还是这些有机蔬菜好？当然啦，现在很多蔬菜上面的农药残留物特别难清除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得癌症吗？就是因为我们把农药都吃进肚子里了。不过多吃点我们的有机蔬菜就好了。来，过来。因为我们有机蔬菜的抗氧化剂含量比普通蔬菜高出40%，而且还含有很多有益矿物质，比如说铁呀、锌啊，不错吧？哎，你说这个人和动物是不是都应该多吃点有机蔬菜啊？对呀。哎，那我是不是马场的马也可以吃点有机蔬菜？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这个回去咱可以好好谈谈。哎，而且我们的配送非常完善，亲，包邮哦。世界第9大奇迹，没劲了吧？连博士都不来看你了。哎，这死博士上哪儿去了呢？怎么跟那老王似的，说不见就不见，真讨厌。说这人是不是贱呢？啊，平时天天见着他吧，嫌他烦；现在吧，见不着他，觉得哪哪都不对劲，是不是，珊珊？哎，雷总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在这儿坐一会儿。啊，你俩忙完了？对，差不多了。我看啊，是博士这几天不在，闪闪一个人，又无聊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吧？啊？是呀，你看这博士不在，珊珊都瘦了。你们俩是不是不挤兑我难受是吧？哎，我这就叫唯恐天下不乱。哎，说真的，那天我听到那个博士打电话，说什么娶媳妇儿，这几天他又不在马场，跟你上进去了。这博士也老大不小的，相亲也挺正常的。谁叫有些人喜欢玩欲擒故纵呢？啊？你俩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妈，我真得回马场了。我不走了。冉冉，我觉得我孩子如果叫你大姨妈的话，根本就有点对不起你。那叫什么呀？大姨夫。
谁让他胡说八道啊？啊，我儿子踢他呢。老可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我过来看看你。踢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肚子里这位可真是个国脚，三天两头把我的肚子给当成一足球场，啪啪啪踢来踢去的。我跟你说，等我这儿子生下来，将来一定能够拯救中国足球。每天都在射门，从早射到晚。我早上射，中午射，晚上射，我射啊射。他大姨夫射。阿姨，没事，你也在。我们煲了乌鸡汤，您拿过来点儿。啊，那我先给您放这儿。阿姨，你有事你就叫我，我先走了。小雅，我得谢谢你，这些天都是你照顾我啊，没事，阿姨。是我送啊，还是你送啊？我去。小雅，我得谢谢你。没事，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现在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，我们还没去做检查呢。我们？哎呀，你们是谁呀？你跟孩子他爸啊？你少数落我了你！人家哪是爸爸呀，只不过就是被我借了一点点的东西。那是借了一点点东西吗？那是借了很重要的东西啊！哎，他大姨夫已经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了，作为孩子他二姨妈，你是不是应该为我的孩子做一点贡献啊？对，干活去，干活去。看我的！是。哎呦！怎么？我去，给你笨的！怎么了？那个叫